大家好啊，我係鄭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醫藥世界啦。我哋呢個頻道就會介紹唔同嘅中藥功效、藥膳食療及副作用等等。訂閱咗我哋咧，就可以最快知道所有中藥嘅功效啦。另外講解中藥之前，賣少少廣告啊。咁如果喺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咧，可以揾 Easy House 噶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。我屋企咧都係經佢哋完成噶。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味嚟自高原嘅珍貴草藥紅景天，佢喺藏醫典籍中被譽為吉祥三寶，近年更因抗缺氧、抗疲勞嘅特性受到關注。好多人聽過，但未必識得正確使用。今日就帶大家全面了解紅景天，從品種來源、性味歸經、功效主治到4個藥膳食療煮法，最後講副作用同禁忌人群。首先講紅景天嘅品種來源，紅景天係景天科紅景天屬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中國藥典明確收錄嘅入藥品種為大花紅景天嘅乾草根同埋根莖，學名係 Rhodiola crenulata Hook.Fe。H.O. 吧，佢有好多別名，譬如素羅馬布爾、藏名白梨紅景天等。植株高10到20厘米，根莖粗壯，表面黃褐色，莖直立，葉片互生，花呈紅色或者黃色，花期喺6到7月，果期喺8到9月。紅景天嘅生長環境好獨特，中意高寒、缺氧、強輻射嘅環境。主要生長喺海拔2800米到5600米嘅山坡草地、灌叢同埋石縫中。核心產區集中喺西藏林芝山南呢度嘅野生大花紅景天品質最優，紅景天間含量高。此外四川鴨壩州、甘孜州、雲南迪慶州同玉龍雪山周邊都有分佈。青海、甘肅則有少量人工種植，但係有效成分含量低於野生貨。入藥嘅紅景天通常喺秋季採挖，除去鬚根同泥沙，洗淨後曬乾或者低溫烘乾就得。紅景天嘅藥用歷史好悠久，2000幾年前青藏高原嘅居民就用佢強身健體。藏醫經典4部醫典記載佢可調理肺部同心血管疾病。精珠本草更點明其金澀性涼、清熱補氣嘅價值。神農本草經將其列為上品，謂之輕身益氣、不老延年。李時珍喺本草綱目亦讚其為補益藥中所罕見。接落嚟講性味歸經，紅景天味甘苦，性平，歸肺心經。甘味能補益氣血，苦味可清熱燥濕。性平則藥性溫和，唔會過寒或者過燥。歸肺經同心經，表明佢對肺係疾病同心血脈瘀阻嘅調理效果最突出。呢種特性令佢既能補虛又能活血，適合多種體質。紅景天嘅功效主要有4個方面。第一，益氣活血，通脈止痛。佢能補益氣虛，又能推動血液運行，對氣虛血瘀引起嘅胸痹心痛、心悸氣短有顯著效果，可與黃芪3:7配伍使用。第二，益氣健脾，平喘止咳。入肺脾經能增強脾肺功能，改善脾氣虛導致嘅倦怠乏力同肺虛引起嘅咳嗽氣喘，搭配人參、五味子可增強平喘效果。第三，抗缺氧、抗疲勞，呢係其最知名嘅功效，能提高血紅蛋白與氧嘅結合力，降低機體耗氧量，延長運動耐力，快速緩解體力疲勞。第四，增強免疫力，抗輻射。含紅景天間等成分，能提高 T 淋巴細胞活性，對化學性肝損傷同電離輻射有輔助保護作用。再講主治病症，紅景天主要用於氣虛血瘀所致嘅胸痹心痛、中風偏癱、肺虛引起嘅倦怠氣喘，仲有體虛乏力、高原反應等。臨床上治療中風偏癱可單用煎服或者同單參川中配伍，治療肺陰不足嘅咳嗽痰黏，可加南沙參、麥冬同用。對於高原旅行者嘅頭痛、噁心，提前服用能有效預防同緩解。近年亦都用於免疫力低下、經常疲勞嘅人群，以及放化療後嘅體虛調養。下面同大家分享4個簡單易做嘅藥膳食療。第一個，紅景天抗疲勞茶。材料有紅景天乾片3克、枸杞5克、蜂蜜適量。做法好簡單，將紅景天同枸杞洗淨，放入茶壺，沖入沸水，焗15分鐘，待溫涼之後加蜂蜜調味就得。呢個茶能日常提神，增強內缺氧能力，適合返工族同體力勞損者。第二個，紅景天燉烏雞湯。準備紅景天10克、烏雞半隻、黨參10克、
生薑3片，鹽適量，烏雞切塊飛水，所有材料放入砂鍋，加清水，大火燒開，轉小火燉啲5小時，加鹽調味即可。呢個湯益氣補血健脾養肺，適合病後調養同體虛人群。第3個紅景天黃 K 粥，材料有紅景天5克、黃 K 8克、大米100克。冰糖少少，先將紅景天黃 K 煎20分鐘取汁，大米淘淨後加入藥汁，煮成粥，加冰糖調味。此粥能夠補氣強身，改善乏力，適合中老年人同免疫力低下者。第4個紅景天瘦肉湯，需要紅景天8克、瘦肉200克、山藥15克、陳皮3克。瘦肉切塊飛水，所有材料放入燉盅，加清水，隔水燉2個鐘，加鹽調味。呢個湯健脾益肺，補氣活血，適合秋冬之補，緩解手足冰涼。雖然紅景天藥性溫和，但係都有副作用同禁忌人群。副作用方面，少數人可能出現噁心、腹瀉等消化系統不適，個別過敏體質者會起皮疹、稍癢，過量服用可能導致失眠，所以每日用量不宜超過9克。唔適宜食用嘅人群有幾類。第一，孕婦同哺乳期女性禁用，因其活血作用可能引發子宮收縮，增加流產風險。第二，出血性疾病患者禁用，譬如血小板減少症會加重出血傾向。第三，實熱症者慎用，表現為高熱、口臭、便秘嘅人服用會加重病情。第四，正喺服抗凝血藥、降糖藥嘅人，需間隔4小時以上服用，避免藥物相互作用。第五，甲狀腺功能亢進者同肝腎功能不全者都要慎用。好啦，今日關於紅景天嘅介紹就到呢度。佢雖係高原奇藥，但唔係人人適合，尤其要注意用量同配伍。希望大家通過呢個視頻，學會正確使用紅景天，發揮佢嘅補益價值。如果想知道紅景天如何搭配其他食材針對特定症狀，或者想了解某類體質係咪適合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多謝大家收睇。